啊，你同今節詩篇記28第7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就係自家嘅力量，加自家嘅定體。嗱，我嘅心相信上帝，佢能夠多浪愛，所以我嘅心得到歡喜快樂。嗱，我嘅求呢啲都係唱出感恩嘅歌對於上帝。嗱，因為佢自家嘅定體啦，佢自家嘅力量啦，所以自家世間你要苦衷，要痛苦，要逼實，自家唔冇驚，唔冇愁，唔冇灰心，自家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佢嘅恩典，佢自家統裁，看待自家歌，因為佢講佢能夠多讓自家，佢能夠快樂本自家，阿曬自家一條心去相信佢，有信心對呢個上帝，佢能夠幫助自家，自家嘅心要得到歡喜快樂，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佢本自家力量，本自家嘅快樂嘅心，然後自家嘅在呢啲求呢啲，要感恩對上帝。嗱，自家這樣人係需要係相信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名裏邊，自家相信佢嘅統裁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。